早尾王梨当地大出，伫菜市看到王梨担，头家杀王梨的功夫真溜叻，20-30秒，一支王梨就杀好、切角，搁包好，摕互人客。我真好闲，就甲头家开讲，头家真阿莎力，教我一寡王梨的知识。大先，咱来认捌王梨的部位，有叶仔的所在是王梨尾，另外迄头就是王梨头。王梨头较甜，王梨尾较袂甜。叶仔顶有刺，爱刮手落才袂互刺插着。王梨果有肉，肉愈开，王梨愈甜。接落来，咱来听王梨的声，用复数讲来述，会听到3款无同的声。一款是鼓仔声，较响，咱台湾人讲拍仔；一款是条仔声，搁一款是肉声，较甜。拍仔水分较少，上甜；条仔无拍仔遐甜。肉声果仔水分较济，较粗丝。再来，抬落来的王梨皮会当做啥路用？头家家己收起来后皮，有人摕去做环保酵素，会当洗头、洗身躯，嘛会当做天然清洁剂，洗衫、洗碗盘、溜涂骹拢真好用，搁会当压花，甲粪扫变黄金，环保搁爱地球。俗语讲，王梨头，西瓜尾，意思是王梨的头甲西瓜的尾较甜，较好食。在讲物件上赞的所在，种王梨的人拢爱毋惊风，毋惊晒，毋惊王梨刺插。做世人伫王梨田骨力打拼，种上好食的王梨，咱着爱甲因说多谢。